再来看到本地市起厝公司的大头家甘愿买做手头的事业来学做胖。新店这间烘饭店的头家叫做柯丽莹，伊无互家己放咧用，因为拄开始因某戴慧欣爱做胖，伊就请朋友斗相共起去做叉烧油，互因某来做二娘的。落尾嘛做到兴趣，甲新店在地食材仙草，抑个蘑菇干掺入去糜切，做干妈熟胖，抑个仙草牛奶熟胖，会当讲是店里生意上好。一个出炉了后，虽袂了了。另外，还有烘鸡、烘猪脚、牛排，同款嘛会先用油来烘，片起来特别香。出炉时间一个到，茶厝内底拢是这款茶的香气，搁来斗打这个香的香气。各种好滋味的熟胖就要来登场咯。这个粉椒色的熟胖来斗打黄色的起司，这个梦幻国基椒色水拢是对这个天然的食材来处的，就是这个椒色的红心番薯。这干那看外表，就互人的心肝眼啊安尼足安踏的。另外，这个花色的熟胖，毋是巧克力豆，也是讲咖啡的产物。伊的原料是取这个新竹关西的特产仙草，还佫加一块叉烧的香气。若来甲斗打起司凝脆，安尼食着就搁较顺溜佫骨脆。这些拢是店家一下个小可空上好食的胖。这个吐司本身很有咬劲，然后你吃得到那个蜜橘的那个香甜的味道，很天然。甲这个在地食材，甘仔也是讲仙草，甲拌入去面糊内底，这是头家娘地慧欣的想法。伊原本是一个家庭主妇，烘焙是伊的兴趣。不过要安怎来起一座烘油来做烘焙的工课，开始一个烘胖的所在，这都要对2000年，伊去法国佚佗一抓开始来讲起。他去法国玩，因为他们很多那种餐厅里面都会有一个窑，那个窑就觉得好神奇哦，他就烤个披萨，烤个面包，然后面包都很好吃，然后心里就有一个小小的梦想，就是假如回去假如有个窑来烤面包。那么该有多好啊！因翁柯丽莹过去是营造公司的头家，安怎嘛想袂到讲，原本是咧起厝的双手，即马煞转来做胖。原来伊对这个米粉糊的特性，会使讲是了解甲真透基。这个北海道的面粉要打的比一般的加拿大的粉的时间还要久，是它的香气跟筋性才会出现。苏当时，伊安尼规心要甲某斗相共，去伊朋友来起一座胖窑。拄开始的时阵，毋过烘出来的胖，毋是外口炒火焦，而是内底烘无倒。对我们来讲很简单，我们从事这个行业，盖大概1个月，就把那个模型，现在你看到那个窑的外形给盖起来。结果呢，火一烧，完全不行啊！就安尼经过4个半月时间，豆豆来甲试看甲修改，这座胖窑总算会当发挥正常的功能啊！我爬到那个窑里面去修改。我说，再给我这一次，如果改不好，我就把它敲掉，就不玩了。其实打开始的时阵，郑慧欣嘛想讲是安尼，甲试一个减正就好。伊做胖互家己的囡仔，还佫有亲戚朋友来食。不过尾啊，大家佫鼓励讲伊爱来开店，安尼连因翁嘛做伙来斗做。很多的朋友就笑说：“你怎么会这么的笨，这么的傻，把一个好的事业放掉？”那时候才40出头。我相信人生要改变到50岁的时候，我应该没有体力、跟冲劲、跟企图心。强拄强的姻缘拄长，互因翁仔某安尼打造一座胖窑。柯丽莹嘛替家己的人生找出另外一条出路。虽然讲无亲像过去咧做工程，卡袂着就是迄款上亿的生理。不过即摆因翁仔某伫即个丰沛的世界内底，嘛烘出真侪幸福的快乐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